后来，这个卫福部因为火车事故设立着专款的专户，到昨为止收到捐款超过9亿6千万。这个捐款的运用，嘛来引发着外界的议论。卫福部长陈时中特别来澄清讲，绝对袂把这个钱摕来替政府，也则是替厂商来赔偿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是要强调，这个钱里面不会拿来的行政费用啦，其他什么费用，或者政府本来该出的钱。那个都是本来台铁或交通部或等等，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要出的钱，那就照那个去出。那这些都是外加的，因为这是社会的善心，所以都是外加的。陈时中讲，这个9亿6千万的善款，1/3会用于受难者家属的生活辅助，甲受伤者医疗补助，而且针对着受难者家属来做心理的中建，并且予因这个抚慰金。这个教育资助的部分，会予罹难者家属补助因到大学毕业。